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柑子。平常我手天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然后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现的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。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。那款按太早嘅油诶，一片含退救线25K， 韩国两片很多水梅，瑞水的客家话很多水梅。俺两片有都系朋友，呢两片成班，其实好长时间都拢要做事，但係两下因为环境个改变，有所记得留下来，水梅两片做事。但拄好韩国了，俺去寻几多了，看几多嘅成班朋友用嚟。Go！你喺廖大哥夹某卡，还看到佢咧尾夹，但系夹夹嘅上都冇强用。廖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红林，红林，是，你好，哇，你冇喊啊？是在喂鸡啊？哎，夹夹有冇上都冇强用？因为这个是来自中国的黑鸡品种，所以比较特殊一点。没有看过哎。是啊，你听后生哦。对啊，这个肉质非常棒。好，我哎你去弄过看一下。好，带您过去看。你刚才不会夹好嘛？好。吃饭了。一般嘅鸡像冇味料这种臭啦哈。是，一般都是吃牧草或菜叶啦。这个鸡它喜欢吃咸丰草。哎呦，还会挑食哦。两片鸡丢，我发现到冇嘛该出味哦，没有什么臭味哈。是，因为我最主要是我给它吃酵素，再做一些酵素的那个消毒整理，它会分解粪便的氨基酸，所以不太会臭。哦，好专业哦，大哥，你喂养鸡养多久了？差不多2年而已。才2年而已。对。哦，我以为你以前就在那个中国那边。在中国是养好玩的，就是养来就是工厂养个鸡，然后吃个蛋这样。啊，回来之后才去比较专业的去查询资料，然后喂鸡这样。哦，就是业余开始那个培养兴趣，是没有错。哦，你要煮鸡就可能懂后吃。哦，这个肉非常好吃，真的。因为它的必基氨基酸是一般土鸡的20到24倍，它的蛋的营养也是一般白色鸡蛋的5到8倍的营养。哦，那它的鸡蛋长得怎么样？它是绿色的鸡蛋，很特殊。真的？对，你要不要再去捡捡看？好啊。好。哪里 ？Hello， 在上面。哎，这颗鸡蛋怎么长这样子？哦，这个可能就是它，可能这几天天气不稳定，比较下雨，它就会长成这样。哦，是。然后可能也它本身生的比较快，就是我们讲的早产啊。早产。对。哦，这个鸡蛋好吃吗？哦，这个鸡蛋好吃，然后又有营养。哦，这有在卖吗？目前没有卖，因为我还在推广当中，所以说我这个蛋都是拿来孵小鸡的。一天可以产，年产率大概180颗。180颗。对。那180%应该还好啦哈。对啦。180%那就哎呀，好，这个就当做伴手礼。哎呀，没问题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没有问题。哦，看到鸡应该就想到鸡酒。冬天呐。对啊。是。来，你来看看这个跟传统鸡跟我的鸡蛋有什么不一样？广东朋友太加宽哦，这有一个绿的，没它细粒了哈，对，这个蛋比较小颗一点。这就是一般我们家里常常看到的那种鸡。对，蛋鸡的白鸡。阿婆会养的那种鸡蛋。是。等它失败时间，像传统嘅调加牛，然后加2杂乱落去。好啦，什么？好 ，OK。累了把点水梅那边当请饮料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走了。好 ，OK，拜拜。哎，这片董后琴，刚才头前讲那个优的装置艺术，那顺风就燕如，我朋友家摸下，哦，这片董都水果。
哎，情况就嘛该水果好生。强呢？哎，红明，哎，安 Q 没看到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这边做的很漂亮呢。没啦，没啦。很有设计感。没有。你看做戏脏戏的，脏戏迄两年。哎，特别做好怎么做？阿妈茶包不冲到。不用冲到。啊，古上真的，这个古龙。真的，嘿嘿嘿。哦，有效哦。没啦，没啦，没。观察到，给它水果，火龙果也很有设计感。这个是红龙果，是红肉的。我爸他们就种这个。哦，哎，你吃水果以前，哎，你们种懂多水果？懂。还有杯嘛？还有杯，嘿，哎，你去摘款啊？有嘛个水果好摘？芭蕾，然后就芭蕾。好。啊，你啊，无看到嘛该购置，就嘛。有啊，你芭蕾，该底杯就好摘的。你按细粒就会推起来啊？哎，推起来，在2个月它就会长大。不是，你就做点摘。做点摘，要摘空哎，好啊。啊，冇剪到几杆哈。整个叶子跟茎一起剪掉。对，这样子。按用这样，顺便修枝。哦。因为我们要让它长在比较靠近大枝的地方。哦。嘿，它长才会不会那么多叉枝。对，不会那么多叉枝这样。哎，你看俩，两条哎。剪条一点。这么爱剪条？留一拃，不给养分集中给一颗。这个梗比较粗，所以我们留粗的梗，细的就剪掉这样子。要疏芽疏果。你冇推都得嘛？唔都得，留第二片留该东方果实蝇啊，全台湾都有，所以水果一定要对，它就是会在果树上产卵，产卵之后呢，它里面的芯就会有虫。了解。所以它一定要做套袋。你要芭蕾有哪个品种？珍珠。哦，珍珠芭乐，因为珍珠芭乐呢，它在市面上接受度最高。然后它的产量最高，种植这个水果对我们来讲收益比较大。你要偷一做的大口人吗？都对啦，我太敢宽了。好啊，哎呀，应该就是你刚刚在洗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像文旦，现在没有文旦，哎，蛮像的。哇塞，你讲俩珍珠跟天神是嘛个？脆跟甜，哎。它会有点酸中带甜，对，酸中带甜，我觉得蛮好吃。有机的水果大部分都会有一点微酸，像荔枝也是。是啊。好，还有吃到咸的。啊，哇，蛮咸的去。你那个新妇，新的那尾数还用来做嘛干？客人来这边做体验这样子，到田里面去采柠檬，采完果之后，我们会在那边拍一些照片。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。那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团队，热拉咖啡会在这边 setting 好手冲咖啡的器具，是冲完咖啡喝咖啡，然后刚好蛋糕也烤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吃蛋糕这样。楚葵4年时间，有没有一个决心来赚来这水梅？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对农业是陌生的，然后我们又回来9年了，所以也是一年一年，我是不一样的在变化。而且艾勇算返乡中年哦，我们算返乡中年了，就慢慢学习，慢慢改变，然后因为我也是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的个性这样，是以前工作的关系嘛。以前做 Prada 做销售。哦哇哦，所以莫怪比较能够接受新的想法、新的事物这样子，会这么有感觉，辛苦。不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收获很多的啦。对。漏水耶！火锅店又缓又摇，你底部会看，吃火锅比较烧暖。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要用餐吗？当然是喽。哎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有马盖后生呢？本店都是提供野菜火锅。没问题。里面请。好。哇塞，要火锅。哇塞，哎，这个菜盘太夸张了哦！
有点扯哦。你有老爱加他多对的嘛？不是因为你来我才加这么多的哦。哦，平常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才是真的火锅，好不好？那有那么个法还能炒？野姜花，这就是野姜花、哦，对，很香哎。是，它也可以入菜哦，它也属于野菜的一种。那那野菜火锅嘛？对，那野菜火锅怎么标榜野菜火锅？哦，我们都是用野菜，我们不用那个市面上的蔬菜。哦，自己种的没有，我请附近的那个农民来合作，每天早上都送新鲜的野菜，当天采收的。这才是真的火锅，这有用心在做的火锅，跟外面就是不一样。啊，好酷哦！你这个汤头是什么汤头？哦，麻辣鲜奶锅。哇塞！麻辣鲜奶锅很特别的组合。懂用哎！啊，我社区很怕，你某很怕。好，谢谢。你慢用，我享受一下。好，你慢用。因为我有秘密武器，我想要分调价用低啊。五黑蛋，五黑鸡蛋。对，我刚刚有拿2粒，加落去试看啊，就直接没有在等的，要乱哈，就会半熟就好，半熟才好吃。刚刚阿基有人来讲，有很多木鳖子、野苋菜，有散蛹、活力菜，但是我其实要分慢慢个出来。哦，有野哦，你还猜题上色的都有。请出五黑鸡蛋，最厉害的就是它外面是熟的，里面还没熟，但是我好像煮太熟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一次机会，很黄哦，韩讲特别引用哦，真引用呢。我平常时冇去吃乱먹诶，其实。哦，但是乱먹懂香，用吃在蛋黄酥跟那种乱먹，鼻腔会回味的那种。我舍不得吞下去。今日来到了水梅拜访。我的朋友廖大哥、朋友燕如水梅来到这片吃火锅。其实这朋友其实有一个共通的特点，就是其实去出庄又转来国下做些生活经验。故说我想老大家分享一个心得，因为个生活方式有北乡，唔但像喺去都市当中的过较好的生活，其实去故乡去种下。没有同多无同样嘅可能，全部係自家嘅选择，做啲自家去大变出来的。